数格开始哈，那我们那个在用这些术语或专有名词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沿用现阶段大师的术语哈。那数格这个部分，我们是参照那个朱清一老师他在说明格位标记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个说法哈，因为一般我们有听过主格，还有临属格或属格，还有受格，还有所有格嘛。那数格的话哈，我看南岛语的说法，他们有的叫中性格哦，中间的中，那个女性的性哈，男性女性的性，中性格。那个朱清英老师是没有用中性格这个词汇，他用数格哦。那如果你们有学过南岛语的话，它这个数格就是所谓的中性格哦。那我们还是采用我们阿美族自己的专业的大师的术语哈。那这个我们的名词都不会自己发明哈，原则上我们都是沿用现阶段有的一些名词。好，我们看一下数格的部分哦。好，那个我这边简单介绍有3个哦，一逆哦，一拉，还有一样。好，那我们一样，我们的步骤哈，我们会请那个美惠老师哈，那个一次念3句就好哈，然后阿美语跟中文，然后美惠老师再提出自己在念的语感，还有中文的翻译是不是符合你自己的看法，然后你可以提出那个你的修正的意见，那我们再邀请其他人共同讨论，最后请吴老师做整个总体的结论，这样子。好，那个美惠老师就麻烦您了。はい。我念3句就好了哈。对对，1到1之2这样。1之1到1之2，对，好。还有一，对。Ini awawa go kaulahan ra，他喜欢的是这里的小孩。1之1。Ina wawa go kaulahan ra，他喜欢的是这里的小孩。1之2。Inini awawa go kaulahan ra，他喜欢的是这里的小孩。OK， 那请问美惠老师这3句哦，你看它的中文是一模一样的，那阿美语有不一样的讲法，请问就老师的语感，这3句是一样的意思吗？看一下哈，Ini awawa go kaulahan ra。Inawawa inini awawa，原则上主语跟中文是都可以的。哦，所以老师你那个伊尼啊跟伊拿娃娃这个2句是一样的概念吗？哦，只是对说，ini 或是 ina 都是一样的，只有那个 inini 好像是有强调，就是这一位。哦，有强调的意味，是不是？对对，上面2句都是一样的。OK， ini ina 这样。好，好，老师，那个你先停一下哈，我们来，你帮我念这一句，老师有看到吗？好，有，你又转这个吗？对。Ini watu i kalinku ku watu ni zalau。等一下哦，我再念一次。Ini watu i kalinku ku watu ni zalau。zalau的狗是在花莲这里的狗。怎么那么奇怪？我再念一次。我再念一次。Ini watu i kalinku ku watu ni zalau。怎么那么奇怪？主语的部分，1之1要念吗？也要念，对。Ini awatu i kalinku kuatu ni kacau。早到。你找到的狗是在花莲这里的狗。Ini awatu i kalinku kuatu。好，我知道有点老舌哈，我们来把它简略一下。我把这个拿掉看看，你再念一遍。好累，你很累啊，很累。
就长会是，对呀。老师，你那个等一下，你那个花莲就不用念了哈。好，我还是帮你拿掉了，可以。这样子。好，老师你念看看。好，ini awazu gu wazu你杂绕，杂绕的狗是这里的狗，一只一。u ini awazu gu wazu你杂绕，杂绕的狗是这里的狗。可以。这两句的阿美语跟中文是正确的吗？我祝你个杂绕的狗是这里的狗，可以呀。杂绕的这样子改就可以了哈。可以了。好，老师，那我请问一下，第一句没有加乌，第二句有加乌，有差别吗？ ini awazu gu wazu你杂绕，u ini 那个u ini 就是有加强的意思啊。u ini 杂绕的狗是这里的狗，杂绕的狗是上面两句的中文是意思是一样，可是主语的部分 ini awazu 是没问题，第一句，第二句是一之一，u ini awazu gu wazu你杂绕。我觉得是可以的，看其他的老师有什么看法。老师，我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你哈，一之一的句子比较完整，还是一的比较完整？第一句，你觉得哪一句的句子比较完整？第一句啊，一就是一，第一句上面那句，对。那你认为那个乌是多出来的吗？乌ini 就是你要告诉人家说好多狗啊，他要的是选择的白色的狗，那就是 u ini awazu 这样。那个乌有没有就是中文里面的是的意思？是这里的狗有没有那个乌ini 就是 awazu 有吗？有没有那个意思？u ini awazu gu wazu你杂绕有啊，u ini 杂绕的狗是这里的狗。有哦，有啊，那上面那个是不是不要把是翻出来，就比较贴近了，就是没有是。哦，我看一下，ini awazu gu wazu你杂绕，wazu的狗，杂绕的狗，杂绕的狗，这里的狗，这样哦，这好奇怪中文。对，因为你没有乌了，我把它拿掉了。哦，那就一之一的。所以老师，你现在再念几遍，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完整的句子？就这两句。ini awazu gu wazu你杂绕，如果是主语是没有错啊。一之一，u ini awazu gu wazu你杂绕，杂绕的狗是这里的狗，就是中文的部分，主语是都很正确啊。那老师，如果我第一个部分请你翻成中文，你会怎么翻？ini awazu gu wazu你杂绕，杂绕的狗是这一只，是这个，或是老师，你那个是也翻出来了呢，那你的乌怎么没有填进去？就是没有乌，是不是很难有是的感觉？如果是我们一般的口语化，ini awazu gu wazu你杂绕，我们都会是这么说，但是中文的部分就没有想到那么多呢，或者是说你要的一之一这个中文，我再看一下，有点杂绕的狗，这里的狗，杂绕的狗，ini awazu gu wazu你杂绕。一之一，u ini awazu gu wazu你杂绕，杂绕的狗是这里的狗。所以你念的应该是一之一啦。老师你觉得一之一念久了，那个乌对啊，你如果一定要五的话，一定要四的话，就一之一啊。OK， 好，老师那我们回到原来的哈，好，老师你再看一下这个1到1之2，
老师，你觉得这个3句是不是要加乌比较好，还是不用加？1到1至2，我看。嗯。ini awak ini awak tu kukaulanani。娃娃啦，老师这里变娃娃了。ini awak kukaulanani，你太叫了，凯明，把它大一点。啊，咪咪哎，过来弟弟看不太清楚。好，我来放大一下哈。对对对，谢谢。好，这样子可以吗？嗯，好。哎呀，好，可以。ini awak kukaulanani ra。老师，你再加个乌再念看看。ini awak kukaulanani ra。1至1也要加乌吗？对，3个都加乌跟没有加乌，对你来讲是不是跟刚刚那一句瓦住一样，加了乌比较完整吗？对，你觉得？ ini awak kukaulanani ra。ina awak kukaulanani ra。ini ni awak kukaulanani ra。是要加一个5。老师，你这样念久了，加了乌好像是不是比较符合对中文的是的感觉，对不对？是那个小孩，是这里的小孩，这样可以哦。可以，是不是我们很少加5？我们通常直接讲 ini awak，可能有省略到了。如果你要照中文来翻译的话，要加一个4，一定是要加一个5。你会觉得加5比较好。对。好，那因为这个是很大胆的推论呐，我想要告诉你们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说这里的数格啊，也就是这个数格哈，它这3个都不是数格，也就是说不是所谓的中性格啦，也就是说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中性格，我们回到那个就是数格哈，我回到那个一开始哈，因为我们过年过很久，大家可能忘记了，我们来回到那个最早的格位标记的那个前面的部分。今天的网络有点慢哦，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几天都很慢。哦，真的很慢呢。好，没关系，给他跑哦，跑完我们再回来看。也就是说，我想要强调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在解释这个数格的时候啊，比如说古逆是主格，努逆是属格，那独逆是受格，那一逆我们都会说什么是数格嘛，就有点像那个前面那个逻辑。那现在的问题点来了，就是说，其实它应该不是，应该是省略乌造成的哈。那我现在是请那个美惠老师念几遍之后，让就是那个看那个语感是不是少了一个乌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格位标记哈。好，就因为我们还是复习一下，大家看一下哈。一般来讲，我们那个咕叽喳是主格嘛，努尼那是属格，都还有都跟吉岸扎岸是受格，然后我们的数格是乌，还有鸡，还有扎哦，乌还有鸡，这个就是我们的。那我们的乌哦是正常的句子的数格哦。我今天讲太多专有名词哦。我只是要强调的一件事，我们回来哈，这边这个伊尼伊拉伊亚哈这3个字啊，原则上它前面应该是省略了乌。好，我们先大概讲到这哈，我怕有一些人可能对这个专有名词会有太陌生的感觉。那我现在可以开放哦，现场的其他的参与者哦，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加
对，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加乌句子才比较完整呢？我们开始开放其他的现场的来讨论。现场有谁？看一下。好，今天人比较少哦。现场有没有人觉得？我再把它缩小一点点哦。这个格它有点跑掉。对，现场有没有人觉得这个句子哈，1到1之2啊，前面加个乌哈，在你的语感里面是比较完整的哈。改名接力加乌的时候，就好像特别就是这个了，有那种感觉。就是啊哇哇，就是这个小孩呢，特别指这个小孩的感觉，是感觉到是比较完整的一句。所以吴老师你自己也觉得，如果有加乌的话，这个句子比较完整，对不对？对呀，乌伊尼啊哇哇，就是很肯定的说，就是这个小孩这样。所以那个乌在那个吴老师你的语感里面，乌是不是很接近中文的是？对啊，那个是的感觉，是什么什么的。那我们就把这个当成是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如果确实老师你们是全族语的使用者，如果你们觉得前面应该加乌比较完整，它应该就是要加乌，所以我这边前面都会修正哦。我们这边这个东西不应该是数格哦，我们的数格还是回归到乌这个字哦，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好，那个因为吴老师已经帮我们下结论了嘛，哦，那如果你们其他如果还有意见或想法的话，可以打在讯息栏上面，我们再根据各位的意见再讨论。那如果有打在讯息栏，因为我都没有办法同步看讯息栏，如果书写你那边有看到，跟我讲一声这样子。好，那个美惠老师，那我再请您再帮我念1之3到1之6。好，老师你看得到吗？我再帮你放大。可以，我戴眼镜了。1之3，印尼安，好，可以了哈。1之3，印尼安阿娃娃古嘎乌拉汉宁拉，他喜欢的是这里的小孩。1之4，印尼安古嘎乌拉汉宁拉，他喜欢的是这里的。1之5，乌尼阿娃娃古嘎乌拉汉宁拉，他喜欢的是这位小孩。1之6，乌娃娃古嘎乌拉汉宁拉，他喜欢的是小孩。OK，老师，我现在再把这个1之3那边加乌，是不是也是同样会比较完整？你觉得？可以啊。1之3跟1之4。乌伊尼安可以。所以老师现在我讲乌伊尼安会比较符合完整的语感哦，对你而言是这样吗？对。OK。哦，那个其实这个就问题不大了。所以老师你们看哦，这个就是你们刚刚的结论哦。那个吴老师，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这4个句子，除了1之5跟1之6，因为1之5、1之6我们讨论过是比较我们特别放进来的。那1之3跟1之4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啦。这样子大概就是我们平常说话应该完整的话应该是这样写的。有前面要加乌的，就是这个意思。乌尼安，乌尼尼，就会有乌的感觉。OK， 那这样子我们就很重要哦，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一般会把那个乌省略。那我把这个先存档哦，老师，我再给你们一个
我们再回复一个地方，你们再帮我看，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哈？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个地方，因为有时候我们后面讲完再看前面哈，会有一些地方哈，就是说我们需要再重复再验证的哈，因为前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那样讲怪怪的，现在我们讲到后面再回去看哈，我来找那个前面的那个数格哈，你们等我一下哈，我马上，这个东西太多，网络比较慢。好，这个我到这个地方哦，只是在这个这边，好，各位标记。好，老师你们帮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哈，这个乌鸡渣哈，那我们乌是绝对是正确，它是数格。好，那老师那个美惠老师，你帮我把这个例句2跟例句3念一遍。好。吉伊娜景拉，她是妈妈。扎伊娜长拉，他们是妈妈那群人。可以哈？可以。好，老师，你再帮我念2跟3，再加一个乌进去，看看你的语感对不对？好。吉伊娜景拉，扎伊娜长拉，吉伊娜长拉。我们通常讲都是吉伊娜景拉，可能会是省略掉那个吉伊娜，扎伊娜也是可以。所以老师，我前面加个乌，你的语感不排斥吗？不会觉得很怪，怎么又乌又鸡的？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吉伊娜会有。吉伊娜景拉是比较顺口。所以加个乌，老师你会觉得很突兀是吗？如果是说要确定要肯定的话，要加一个吉伊娜景拉，强调。所以那个第3句也是加个乌扎伊娜长拉，你也可以接受。乌扎伊娜长拉。可以吗？原则上是可以，我可以接受。扎伊娜长拉，只是比较绕舌，比较奇怪。好，那个我们请现场那个有没有人有其他的看法跟意见的？我把这个鸡跟渣前面加个乌。有没有人觉得怪怪的，还是觉得跟美惠老师一样念起来也可以接受？对啊，可以。吴老师，你有讲话吗？吴老师？对啊，加 o， 虽然我们平常不用，但是加 o 是比较完整的。乌吉那长拉，乌吉那长拉这样。所以老师，你觉得加 o 比较完整是不是？比较完整。乌吉那长拉，乌吉那长拉这样，念起来也不会很老舌，就是乌吉那长拉，乌吉那长拉这样。OK， 好，那个我们先不要下结论哈，我们再一个哈，然后那个美惠老师，你再帮我念这个一样是数格的地方。美惠老师，你帮我念那个，你看我这边已经写过了这个。美惠老师，你那个念那个1跟1之1。基苏古格乌拉汉努娃娃。小孩喜欢的是你。1之1，基苏古格乌拉汉努娃娃。小孩喜欢的是你。好，老师我们讲了那么多遍哈，你这个基数加个乌跟没有加乌，你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是完整性的差别，还是口语的差别而已？口语吧。基苏古格乌拉汉努娃娃。基苏古格乌拉汉努娃娃。
老师，对你而言加乌会变得更完整吗？还是没有必要？如果我们要很完整的话，一定要加一个乌啊。像我们平常很顺口讲，就直接讲基苏古格乌拉汉努娃娃这样。如果要完整性的话，就是乌基苏是你这样，乌基苏都是你这样子，是不是？乌基苏。哦，老师好，老师，那你再念一下2跟2之一。嘎姑姑嘎乌拉汉努娃娃，小孩喜欢的是我。2之一，嘎姑姑嘎乌拉汉努娃娃，小孩喜欢的是我。嘎姑就好像是比较肯定，肯定小孩子喜欢的就是我。所以你觉得加那个乌的话，会就比较完整。小孩乌的话好像就强调嘛，小孩。好，老师你再念第3句，金拉古嘎乌拉汉努娃娃，小孩喜欢的是他。就这样。金拉古嘎乌拉汉努娃娃，3之一。金拉古嘎乌拉汉努娃娃，小孩喜欢的是他。一样也是乌比较正确吗？老师你们老师你要讲一定要有你的语感一定要完整的，因为你们现在做的一件事是推翻南岛语的分类了。可能平常我们时常直接讲金拉或者是嘎古基苏。对，没有想到要加一个乌。老师没有关系，我现在只是说，因为你们是会全族语的，你们讲的一定是对的，你们不用担心。那个现在的语言学家多数是不会讲族语的，他们有的是南岛语，有的是汉人啊，他们可能不会讲，但是他们很会分类，有时候不一定分的那么准。现在就是说，如果你们认为前面一定要加乌吼，他们人称代名词的中性格或是数格全部都分类错误了。所以吴老师，我再请问你，这个你我他的话，前面加乌，对你的语感是不是也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完整的？我加乌也不会说很怪啊。阿哥是我，我知道是他，对，就那个是他是我，我阿哥就不会说很怪啊，也很自然。我阿哥是我啦，这样是我，我阿哥古搞了汉诺拉娃娃。所以老师，我们是不是平常讲话就是把乌省略，嘎咕咕就会乌就会比较会省略，但是事实上它应该完整的话要加个乌才对，对不对？乌嘎咕，是他是你是我这样。哦，好，虽然你们讲的很轻松哦，这个整个那个语法书要有一个部分要重写了。老师你们很重要，你看我就说自己的教材自己编的问题就是这样。如果你们可以用你们的语感来重新把这个分类分得更精准的话，这个我们那个南岛语的所谓的中性格或是数格的部分就要重新写了它不能用现在那个吴金南那一本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的要修正不仅仅是吴金南老师的可能连那个朱清义老师的部分也要稍微修改一下所以你们现在，我听你们讲说，我先没有给你们压力，先让你们自己讲。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另外一种角度，让你们原来你们讲的东西是比较贴近、比较完整性的说法。OK， 老师，我这个都会后续帮你们再做修正好，现场的人听起来可能有点震撼如果你有学过南岛语言学，应该会跟我一样很震撼因为这个东西讲真的，我本来就是不会讲族语的人，但是我都是学语法书的上面的分类了。那我在分类的过程也会发现一些问题。那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请老师们来帮我去厘清果然这真的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个分类的部分，那个完整性的话，一定要请我们会全族语的老师来做重复的那个
重复的那个就是说出来，让他感觉那个语感的完整性哦。好，那我们下个结论哦，所有的南岛语的所谓的中性格跟竖格哦，没有别的，只有一个字叫乌哦。现场我下这个结论，有没有现场的人有其他的意见，或者是觉得加那个乌，它不一定是，它某种程度只是强调，有没有人还有其他的看法跟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因为我们现在的结论就是加乌就是完整的，它的中文的意思就是是。我也可以说一下。好，可以，信业你说。我自己读到的，我觉得加个乌的话，它就是变成一个名词的一个句子，就会变成是说，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那个第一句的抬头，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叙述这个抬头，你要开始要怎么写完一个文章。所以加那个乌的话是反正就是第一句你要讲什么事情，但是口语，然后但是如果你是第一句伊拉啊娃娃那个的话，就变成是加了乌的话，就不是就好像是不同的那种立场来讲。所以那个信业，你的意思是说，加乌跟没有加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书写的一个就是一个切入点，就是有些书写第一句加乌会比较会有一个起头的概念，是这个意思吗？对，我自己读到感觉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可以，好，我们顺着信业的讲，其实我们在这边所讨论的东西哈，讲真的，已经是很难的东西。我不会在那个礼拜一的教材编辑哈，跟各位讨论那个很简单的句子，比较不会哈。所以如果线上会觉得这个东西讲起来你都听不懂哈，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我们教材编辑就专门找那个就是有一些矛盾的、一些复杂的做切入点哈，所以可能进入这个讨论要有心理准备，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讨论过程哦。好，我们顺着信燕的逻辑我们来看那个句子有一个句子刚刚好，那个美惠老师你还在吗？好，美惠老师你帮我念一下这三个，整个一起念。好，没关系，美惠老师你先念第一句这个。好。ini i 这个要念吗？对对对 ini i 在这里 ini i 在这里 ini i kalingku guazu你找到的狗在花莲这里 ini 啊这里的。老师你先停一下，这句你 OK 吗？这句正不正确？ ini i kalingku guazu你找到的狗在花莲这里 ini i 好，可以哈，好，下面吗？好，下面老师这个不用了，我们就直接一之一了，对，可以，一之一。ini awazu guazu你找到的狗是这里的狗。OK， 好，第三句。可以。ini guazu你找到一个灵骨，找到在花莲有狗。ini guazu你找到一个灵骨，找到在花莲有狗。你的中文是有狗。好。不是用伊拉吗？很好，老师，我先帮你这个记住好，没关系。老师，你这个前面这两句你有没有问题？前面这两句没有，没有问题。好，没关系。我们老师，我们跳到这一句好，我先把它存档一下。所以盈利翻成有哇，不知道跑去哪里。好，我直接跳回去好，老师等一下你看我
这一句做我们这个网络比较慢哈。好，老师有了，这个我隔壁就有了。好，老师你帮我念一下这个伊拉的部分。好，好，可以念了哈。伊拉伊在那里。好，第一句，伊拉伊嘎林姑古瓦族你找到，找到的狗在花莲那里。好，没问题。老师，你第二个念1之1就好了。对，1之1。好，有伊拉阿瓦族以嘎林姑古瓦族你找到，找到的狗是在花莲那里的狗。有伊拉阿瓦族以嘎林姑古瓦族你找到，有伊拉阿瓦族。老师，等一下哈。老师，你也是刚刚那个，我们把那个移掉哈。我想说，你刚刚也是有遇到一样的问题，我把这个移掉。好，这个不要。我们把那个在花莲拿掉哈，让你念起来比较顺口。好，老师，我们再念一遍哈。好。等我一下，我把它把那个版面弄比较清楚，让大家看得到。好，可以了。好，第一句要念吗？伊拉第中间。对。伊拉那里的，有伊拉阿瓦族古瓦族你找到，找到的狗是那里的狗。可以。好，第3句。下一句。伊拉古瓦族你找到伊嘎林古，伊拉古瓦族你找到伊嘎林古，找到在花莲有狗，可以。可以哈，老师那个伊尼古你翻不出有的意思，对不对？伊尼古你不会翻有，对不对？伊拉古你会翻成有嘛，对不对？伊拉对。好，老师你看这3句哈，因为刚好信燕问哈，就是真的有参加这个讨论的哈，都是各中高手哈，会发现它的差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就要回答信燕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伊拉伊嘎林固这个，老师我问你一下，伊拉伊嘎林固第一句加乌，你觉得可以吗？有伊拉伊嘎林固，有伊拉。很奇怪耶，有伊拉就不行啊，有伊拉。好，老师你第3句也加乌看看。有伊拉古瓦族你找到伊嘎林固，有伊拉古瓦族你找到伊嘎林固。对。有加上有，顺不顺？有伊拉古瓦族你找到伊嘎林固，也很不顺呢。所以老师是不是第1句跟第3句都不顺？它差在哪里啊？我看刚刚信燕已经讲出答案了啊，它是名词的句型啊，它是名词，它不是动词的句型。老师你看哦，伊拉古那个有是不是动词？对不对？那伊拉伊的话哈，其实它也不是动词，它是用在的那个概念。所以只有1、3句都不是是的概念，一个是在，一个是有。对对对。所以1、3句哈，就是那个信燕提到一个就是名词句型哦。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名词句型哦，我们等一下再看呢。我们先把这个解决哈。所以伊拉前面可以加乌跟不可以加乌哦，是可以分别出来的哦。所以我们如果伊拉阿瓦住伊拉阿那个伊拉阿的话，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所谓的在的概念，
或者是有的概念。这个伊拉在阿美族的那个用法里面是很复杂的，所以那个新燕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它是名词句型，没有错，完全正确。我不知道那个为什么新燕会知道名词句型，我以为是我们这边自己。新燕，我请问一下，你这个你刚刚讲那个名词词组还是名词什么的，你是从哪个语法书那边听来的？应该是说有个乌的话，都算是一个名词子句吧，就乌心西嘎咕之类的这样子，像这样子，是这样子解释的吧 ？OK， 你也是自己用那个一般的句子去推，它应该就不是动词的句子嘛，对不对？对啊。OK， 那跟我们的推论是一致的。哦，那现在因为那个信燕观察的很入微哦，他现在就发现伊拉前面加乌哦，那只有这种伊拉可以加乌。刚刚那个美惠老师已经示范过了，伊拉一不能加乌，伊拉姑也不能加乌。好，我们现在请那个吴连成吴老师来看看这3句是不是你跟美惠老师的看法是一致的。Irakuazu你扎lao一个零股，如果你加 o 的话，就可能你在可能扎拉的狗是在花莲。我老师，如果你加个 u 的话，它的意思就变了，会变成疑问句，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呀，好像是不是好像好像可能有啊，他的狗在花莲。Irakuazu你扎lao一个零股，就是会变成疑问。会有疑问的意思。OK， 老师，那第一句呢？第一句是 Ira ikaringku kuazu ni zalau uira ikaringku 也是会感觉到会问的感觉。uira 可能会在那里，是不是在那里的意思，对不对？对呀，uira 可能又在那里。狗可能是不是有狗？uira 可能有在花莲。可能对。OK， uira ikaringku。那吴老师，我再问你一遍，加了 u 它就会改变原来的翻译嘛，就会变成疑问句子，对不对？OK， 因为我在一念，我就感觉到他这个人是在讲说，可能是在花莲，打捞的狗可能是有在花莲那里这样，对，有可能变成问的感觉。那这样子我们应该有结论了，因为那个乌伊拉阿瓦柱跟伊拉阿瓦柱的中文意思不会变，加了乌反而句子变更完整但是第一句伊拉伊跟第3句伊拉古如果加个乌的话，会吴老师那边的语感是说会有可能有疑问的感觉，所以会跟原来的中文的翻译会有不一致，所以不适合在前面加乌所以现在我们就那个信燕刚提出的问题很关键他这个就是名词的句型就好像他有提到说我是老师，我是学生，我是哥哥，他是我的同学，他是办公室的主任，都是那种没有动词的就会有“这个字这样大家我们这样子下个结论可以吗？在场的有没有人那个有其他的意见所以伊拉可以加乌，也可以不加乌，但是加乌一定是名词的句子名词句，我们讲名词句型就是有点像，如果你们英文很好的话，其实就是 be 动词啦 ，I am a boy， I am 那个 am be 动词那个 am。He is 那个 is 就是阿美族的乌啦，其实你们这样思考就可以了。英文很好的话，如果英文不行就算了，就把它想成是中文的是好，现场有没有其他人？因为我们这个乌这样子分析出来大家都很有贡献，因为我们整个把吴晋南老师的那个所谓的中性格它的分类的依据全部都要重新改写了那其他的老师的书也要一点点微调。
哦，所以我们这个乌才是真正的阿美族里面的是，中文的那个是不是的是的那个意思哈。好，我们说到这边哈，因为吴老师刚刚也做了说明哦，有没有人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有吗？没有哈，太好了。虽然我们在这边很轻松的回答哈，我们可是颠覆了哈这个已经20几年的语法书上面的规则，大家都有功劳哦，这个很重要哦。这个乌不是开玩笑的，阿美族这个乌哦，很多时候是被省略的。对啊，其实我在很多的那个阿美族的歌词里面哦，常常会出乌嘎固乌吉数，我其实一直很困扰。原来我们其实口语上把乌把它省略掉，才会导致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乌的存在哈。那现在我们把乌都回复的话，那各位老师如果在教学上的话，就倾向把乌还原成完整的那个说法，这样子。哦，吴老师，我这样子做说明可以吗？会不会我们会对一些专家学者会有一些影响？对啊，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感觉先列啊。可以哈。好，美惠老师也可以吗？美惠老师可以啊。好，以后有人说是谁讲的，我就说是吴连成老师跟马美惠老师讲。好，可以哈。好了，现场按照感觉表达，对吗？按照我们的感觉。应该是，我也觉得是要加乌啦，因为我一直很好奇是不是少了乌啊？好，那我们一样哈，我们现在是7点53分哈，我们现在已经进行50分钟了，52分哈，那我们休息10分钟到8点03。刚刚把刚刚那个我们那个乌的部分全部都加到第2句了哈，所以等一下你念的全部都会有乌哈。老师，你这样子也是一次念3句。好，然后你也是自己念的过程中，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正。好，老师请。好。Ira awawaku kaulahan ningra，他喜欢的是那里的小孩。2之1。Ira wawaku kaulahan ningra，他喜欢的是那里的小孩。2之2。Ira 等一下。Irara awawaku kaulahan ningra，他喜欢的是那里的小孩。老师，这3句你的感觉上，阿美语跟中文彼此都是呼应正确的吗？可以，可以，可以哈。那老师，那第3句的伊拉拉有这种说法吗？无伊拉拉啊娃娃有这样子的说法吗？有啊，无伊拉拉啊娃娃对有。它这个有强调的意涵吗？有啊，无伊拉拉就那个，就那里。有。OK， 好，那我第2个问题是，伊拉啊娃娃跟伊拉娃娃是不是我们口语上把啊省略的结果？伊拉娃娃这样吗？对，一个是伊拉啊娃娃，一个是伊拉娃娃，就是说啊不见了，是口是吗？是省略的结果吗？是省略了。所以这2个意思没有变。对哈，我看一下。伊拉啊娃娃跟伊拉娃娃，伊拉娃娃可以啊，意思都一样，只是我们讲的时候，像我讲的，我会说伊拉娃娃会省略掉。所以啊会省略，所以加了也只是比较完整，伊拉娃娃也可以。OK， 对。好，那其他现场的参与者哈，对这3句有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或者是疑问可以提出来？在我感觉里面，伊拉尔娃娃是特定一个小孩。
伊拉娃娃是不是那些小孩？哦，老师，你那个加个啊的话，你会觉得那个有那个，老师你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是特定的那些。那个啊，当然是有特定那个小孩，伊拉娃娃就是那些小孩。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加个啊的话，那个没有加啊的话，比较是指泛指那一些，会有复数的概念，是这个意思吗？好，那现场有没有人跟那个三妹老师、米粒老师有一样的感觉？伊拉娃娃是指多数或者是复数的概念。有没有？米粒讲的那个也是差不多了。乌里拉娃娃所没有讲说是哪一个小孩，但是乌里拉啊娃娃好像有特定的指某一位小孩的感觉。哦，所以那个有时候啊，老师你们在语感上面有加啊，反而会有比较指定的感觉，是不是？乌里拉啊娃娃这样就是那个小孩啊。乌里拉娃娃就是那个，就是没有讲说指定是哪个小孩。乌里拉娃娃那个小孩。哦，但是我们平常都会加啊，会比较完整的。比如说，通常都是指有啊了。文字化的话就要加啊，乌里拉啊娃娃这样。那口语上有时候啊就省略，叫乌里拉娃娃。OK， 那这样子变成就是说，吴老师这边有提到，就是说有加啊比较完整，有符合我们原来的一个规则。那米粒老师那边提到的是，如果没有加啊，会变成有复数的概念。那吴老师也有认同这样的说法。那在语感上，我们这边我们就接受说，如果没有啊的话，会比较泛指，就是没有指定的感觉。这样可以吗？我们其他现场的人可以，我们先下这个结论，可不可以？现场有没有其他的意见？OK， 没关系。如果有意见，你如果不好意思说，也可以用讯息栏打字的，都没有关系哈。那我们这个啊可能阿美族的语感上，可能真的会有指定的一个感觉，加个啊的话，那啊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比较完整，因为它是连接词啊。其实，在南岛语里面解释这个啊就是连接词哦。好，那个美惠老师，你再帮我念一下2之3到2之6，就一次后面全部念完。好，2之3。Iraan awawa go kaulahan ningra，他喜欢的是那里的小孩。2之4。Iraan go kaulahan ningra，他喜欢的是那里的。2之5。Ura awawa go kaulahan ningra，他喜欢的是那位小孩。2之6。娃娃狗狗拉汉宁啦，他喜欢的是小孩。OK， 老师，这个4句对你来讲，它的中文跟阿美语是不是都互相呼应，而且正确？正确。正确哈。好，老师，我现在让你看一下那个2跟2之5这2句哈，我现在把它并在一起哦。我并在一起，你帮我看一下并在一起，你有什么样的感觉？老师，你要不要帮我念一遍？就是2跟2之5移到最上面了，你有看到吗？有。Ira awawa ko kaulahan ningra，
他喜欢的是那里的小孩。2至5 Ura awawa go kaulahan ra， 他喜欢的是那位小孩。好，老师，我们现在因为要越分越精准啊。我把那个乌拉，我们平常语法上会把它连在一起，我刻意把它分开。你现在看乌伊拉跟乌拉，你认为在书写上是要分开还是连在一起？乌伊拉是就照你现在的字面是有分开嘛？2至5，你是问的是2至5吗？对，你看那个乌拉，你再看乌伊拉，你会不会发现好像要分开，我们比较看得懂，是不是？对对，要分开。乌拉是不是分开？因为我们讲乌伊拉好像要分开啊，乌伊拉要分开哦。对，我这样子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差别。伊拉是不是有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对，拉就没有，对不对？拉只是那个有没有？拉对，伊拉就是有那里的，对，有哦，有。所以书写上，如果我们把乌伊拉跟乌拉用一样的写法，是不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它的差别性？乌拉，我们通常都分开的嘛。我们乌拉通常都合在一起，对不对？乌拉娃娃，那个小孩乌拉，对不对？很少分开哦。我们之前都是合在一起的乌拉娃娃。对。现在要分了。老师，你会发现，所以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我分开的意思是说，我有发现，其实阿美族的语法很精准。你只要分得很精准，大家就看得懂；你分不精准，大家就看不懂。老师，我再把下面这个再移上来给你，我把2至6的也移上来给你看。好。好，你看到我们这3句往往我们在9阶教材的翻译会拿到好像是同一个字啊，同一个句子。好，老师你看哦。我们2至5、2至6跟2这3个是不是乌伊拉阿娃娃、乌拉阿娃娃、乌娃娃这3个句子是不是我们在翻译上会翻不准，对不对？他喜欢的是，所以同理，老师我再把一个句子放进来。我们慢慢让大家感觉一下我们这个教材编辑的方式如果你编得很准的话，大家都会看得懂。老师，我如果这个是写乌尼阿娃娃，你看得懂吗？把尼跟乌分开来写。乌尼阿娃娃2至5。等一下，我把这个重新编我怕你这样。我2至6。2至6，乌娃娃go kaulahan ra， 他喜欢的是小孩。2至7吗？老师2至6。2至6，等我一下我把那个中文也一起改我怕等一下。好，老师你念一下2至6。等一下。Uni awawa go kaulahan ra， 他喜欢的是这位小孩。好，老师，我现在问一下，那个ni跟乌分开，你会不会觉得怪怪？你没有这样看过，对不对？对啊，通常都合起来。Uni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好，老师，我再给你一句我们刚刚才写的所以编教材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看得懂，不是让大家看不懂。我们现在就是企图让大家看得懂一点教材到底。好，老师你看一下2至7好，等我一下，你看2至7。好，老师你念一遍2至7。Ini awal 好了吗？Ini awawa go kaulahan ra， 他喜欢的是这里的小孩。好，老师你现在看2至6跟2至7的话，你是不是容易看出它的差异性？Uni跟ini有差。好，
第2跟2之5呢？第2跟2之5，乌伊拉阿娃娃，乌拉阿娃娃。老师你觉得这样是不是你的教学上会更精准，在教导学生？伊拉伊尼是不是有时间跟空间的感觉？伊拉伊尼，伊拉，他喜欢的是那近的那死的小孩。乌伊拉，乌拉，他喜欢的是那位。乌拉哦，有乌伊拉就是有时间嘛。有时间跟空间就是那里的，或者是那个时候的。哦，乌伊拉阿娃娃，古个乌拉汉宁拉，乌拉阿娃娃就是指现场的。乌拉，乌伊拉，伊拉就是有时间跟空间是吗？对对对，老师，你念伊尼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觉？乌尼有诶，现场乌尼就是指看到的，就是现在的嘛。乌伊尼，这乌伊尼就是乌尼乌伊尼。乌伊尼有没有这里的小孩？有，就是近的，这个就是乌伊尼。我请问的是有。凯明，我插一句而已。伊拉我有发就说有的意思哎。哪一个有？那个2，第2个乌伊拉就是有，我们有时候会翻译成有。哦，老师好，老师，我刚刚在解释这个的部分，你不知道有没有参与哈？我们再看一次哈。好，米莉老师，你有在线上嘛？哈，我大概丢了色。你没有，所以你没有听到这一句哈。那个，我们麻烦那个美惠老师再帮米莉老师念一遍哈，就是这3个的差别。伊拉伊嘎林姑古瓦朱你杂绕的狗在花莲那里。中间的乌伊拉阿瓦朱古瓦朱你杂绕的狗是那里的狗。下一句伊拉古瓦朱你杂绕伊嘎林姑，杂绕在花莲有狗。对。好，刚刚美惠老师，你是不是还有吴老师有提到伊拉伊跟伊拉古前面不能加乌，对不对？对。对，米莉老师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哈？如果伊拉翻成有的话哈，伊拉如果翻成有就不能加乌。加乌，好，谢谢。哦，伊拉如果翻成那里的就可以加乌哦，大概是这样的解释。了解，谢谢。好，美惠老师，我们再回到那个2之5、2之6、2之7、2之8哈。我们再最后一次，你再看一遍哈。这样的编排法对你在教学上是不是更能精准教导学生的阿美语跟相对应的中文翻译？可以。可以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现场，现场有没有人针对这样的编排上，你比较能够理解伊拉、拉、尼、伊尼的差别，再加一个乌伊拉、乌拉、乌尼、乌伊尼哈，这不一样哦。那有没有人对这个样的分类会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可以提出来。如果你不好意思发言，可以打在讯息栏。不喜欢的。那如果没有有人有问题，有直接讲，不用举手哈。有意见直接讲，没有关系。我是王秋义哈。处长好，处长。那个如果伊拉是存在句了，存在的词啊，这里的前面有 o 的话，这个是指示词。对，拉尼伊尼哈，这个如果要排顺序的话哈，
那个尼伊尼是比较近的。我举一个例子哈，伊尼、伊拉、伊拉，它有那个这边、那边、那边，这是我们部落的用语了。伊尼、伊拉、伊拉，啊，有伊尼、有伊拉，或是说有尼、有拉、乌拉，那个是如果比较正统的话，有尼尼、有伊拉、有里拉，我们会讲里拉这样。我不晓得哈，这里哈，我发现要写的话，你就要从那个近的尼开始，然后拉，如果有绕的话哈，一绕那边有这个词了，所以有近到远，然后刚刚有讲单数跟特定的跟不特定，所谓特定是有加啊。因为那个伊拉是指示词，伊拉什么呢？加联系词加联系词加啊，然后后面叫名词，名词它是同位语了。是个同位语的概念，所以那个要有顺序排列是远近、单数、复数。或是正统的说法就是多加啊，后面有的就口语化的它不加啊，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是建议那个顺序可能要调整。这是我的意见。好，谢谢处长。对。好，我们这个处长刚有提到我们就把这个顺序稍微调一下刚刚因为为了要比较所以比较没有把顺序考虑进去。我们现在把这个顺序考虑的话就会比较有远近之分这样。好，我们这样子大家也比较能够理解它的逻辑好，美惠老师，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老师你念一下这个顺序，让大家感受一下它这个逻辑从乌开头没有那个指示词的时候，它带有指示词近跟远的感觉，还有时空的感觉。你念一遍，我们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五句的差别。好，2之1，乌娃娃古嘎乌拉汉宁拉，他喜欢的是小孩。2之2，乌尼阿娃娃古嘎乌拉汉宁拉，他喜欢的是这位小孩。2之3，乌伊尼阿娃娃古嘎乌拉汉宁拉，他喜欢的是这里的小孩。2之4，乌拉阿娃娃古嘎乌拉汉宁拉，他喜欢的是那位小孩。2之5，乌伊拉阿娃娃古嘎乌拉汉宁拉，他喜欢的是那里的小孩。OK， 美惠老师，你这样念下来，会不会觉得这个逻辑在你的思考上面会更有条理、更有顺序的感觉？有这样就比较清楚。可以刚刚处长也有提到那个乌还有那个绕那个一绕也有这种说法不过我这边先不把它列出来，我就单单先列这4个。那我们现在请吴老师帮我们下个结论我们现在用这种刻意把乌拉乌尼把它分开来的原因，是因为来去比对这个乌本身这个数格它的存在性，不要跟指示词尼拉并在一起用，会比较容易教学。你觉得呢，吴老师？好，刚刚大家这样一念呢，反复念以后就有感觉就出来了。所以乌尼、乌尼、乌伊尼、乌拉、乌伊拉，所以念的时候就会很自然而然就了解它的
距离感的，或是远近的感觉啦。所以我这样分析会比较好。可以哈。好，那我们这个暂时就用下这个结论，因为等一下有一个更复杂的要请大家分析哦，因为伊拉还比较看得到哈，有一个叫做伊亚哦。好，那个我们先暂时到这边，我们往下面看哦，我们进入这个比较可能各位也没有听过的句子哈。好，我们请那个美惠老师来念一下前3句。好，3之1跟3之2。好。ia awawa go kaulahan ningra， 他喜欢的是那里的小孩。3之1， ia awawa go kaulahan ningra， 他喜欢的是那里的小孩。3之2， ia 等一下哈，我看一下。3之2， ia awawa go kaulahan ningra， 他喜欢的是那里的小孩。OK， 好，老师讲到这3句哈，对你的语感跟你的过去的教学的那个经验呐，这个阿美语跟中文是互相呼应而且正确吗？一呀，我们也是会这样讲啊。一呀啊哇哇，就是没有，就是不在现场的嘛。一呀啊哇哇，一呀呀，他喜欢的是那时的小孩。这里可以翻成一呀，可以翻成那时吧。那时候看不到，他这个因为他看不到，他可能描述是当时的那个时候的。可以哦。所以老师这3句你念起来没有任何的那个语感上有就是有觉得有点不是很流利的感觉吗？你都可以接受吗？可以。以呀呀有这个，我这个是按照那个规则推论的，是真的有这种说法。以呀呀有啊。有老人家常说咿呀呀，都很喜欢加一个呀，咿呀呀。哦，真的哦。所以我刚刚因为我们有咿啦啦嘛，对不对？我们照逻辑应该就会有咿呀呀才对啊，所以真的有咿呀呀，是不是？有啊，咿呀呀安或者是咿呀呀。哦，对。OK， 好，那个美惠老师这边没有问题哈，现场的参与者哈。如果你有想法跟建议，我们可以提出来，因为这边可能需要更多的讨论。如果你不好意思的话，可以写在讯息栏。有没有人有其他的看法跟建议？我们在修古兰会有讲乌呀呀，乌呀呀就是还是那个样子，叫乌呀呀。那个，我马上跟那个谁，那个米粒老师讲哈，老师你那个乌呀呀我们讲过了，好，老师你看3之5哈，那个我请美惠老师再念一遍3之5。3之5，对。乌呀啊哇哇狗高拉汉宁啦。OK， 他喜欢的是那位小孩。好，这一句话就是刚刚米粒老师的问说，你们那边比较是乌呀哈。那因为我们上一次哈，就2个礼拜前，就是过年前就有提到乌呀、乌呀呀、乌呀案哈，我们有提到这3种说法。那时候我们在座的各位哈，现场的线上的各位都有认同有乌呀呀哦，所以刚好那个米粒老师有提到哈，他那个翻译就是那位这位哈，然后是表示强调的意思，乌呀呀有强调的意思哦，但是它的原来的是乌呀衍生出来的哦，它再加一个呀。那现在我们的句子是一呀哦，所以变成咿呀呀哦，它有一个一在那边哦，所以这2个句子的翻译差在时间跟空间的差别，所以一呀常常会有时间的感觉哦，它就不能单纯翻成那个这个。你要翻成那时候的哦，这个概念。米粒老师，我这样解释可以吗？好，谢谢。可以哈。
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请吴老师针对这3句，老师你帮我们下个结论，看看你这边有没有其他的意见跟看法。刚刚米粒讲的那个3之2啊，有时候他的解释放呀呀的娃娃就还是那个小孩，有那种对，老师你上次好像也是这样讲，对啊，还是那个呀呀啊娃娃就是原来那个小孩。没变，就是那个样子都没有改变的意思。呀呀，对，吴雅雅，对，原来的那个啦，对，上次吴老师有解释，吴雅对原来的就是那个原来那个那个人的那个孩子的，他喜欢的还是原来那个小孩。对，当时是这么说了，习惯的了解是这样。那这样今天这样翻，从第一个3到3之2。就好，那个3之1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啊，要不要加啊跟啊的感觉，就是对啊，指定的感觉，对，好，可以了，呀呀，对，可以哈，好，那我们再请那个美惠老师帮我念一下3之3到3之6。好，3之3，iyan，好老实，等一下，3之3，iyaan awawa go kaulahan ningra，他喜欢的是那时的小孩。3之4，iyaan go kaulahan ningra，他喜欢的是那时的。3之5，uya awawa go kaulahan ningra，他喜欢的是那位小孩。3之6，娃娃古kaulahan ningra，他喜欢的是小孩。OK， 老师，3之3到3之6，在你的语感是不是中文跟阿美语是相互呼应，而且是正确的？主语的部分是可以。呀安，上去是呀安，呀安古，他喜欢的是那时的。呀啊娃娃，中文也是可以。呀，主语是没问题，念得很顺。OK， 所以老师，你那个呀按这个句子也可以是表示强调的意思吗？呀按，呀按，对，有那个感觉，呀按，呀按。因为老师，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有这个推论，是因为你们之前古尼嘛，你们说古尼尼有强调嘛，古尼按也有强调，对不对？杜尼尼有强调，杜尼按也有强调，所以后面重复或者是加 an 都表示强调，所以咿呀呀也是强调嘛，咿呀按也是强调，是不是？所以你的语感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就是特别指明，有强调吗？吴老师有吗？就是有特别指明。安就是有安的感觉，就是指的某一个人，特定的某一个人。OK， 特定的也安就是指那个特定那个人。OK， 那这个其实我们阿美族的规则都是蛮稳定的，就是从之前的主格、受格、属格到现在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数格好像差不多，只要重复的话，或者是尾巴加 an 的话，都表示强调的意思嘛，对不对？对。好，吴老师，那你再帮我们下个结论，这4句上你有没有别的看法，或者是你也觉得这样的书写方式是正确的？这个没有问题了啦。刚刚因为都比较上面的原则的话，应该这样说是应该可以。OK。那这样，请问一下，好，信燕你说，我想要询问一下，乌呀安啊娃娃跟乌呀安啊娃娃是一样的意思吗？第几个？信燕你再讲一次。
乌鸦安啊哇哇，乌鸦安啊哇哇哇，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吗？原则上不太一样啦。我们前面其实有特别把那个一有一跟没有一的话特别分出来的原因，就是说那个呀我举例说明乌尼是这个，乌拉是那个，乌亚是看不到的那个。那今天我们加个乌一尼你看乌尼乌一尼加那个一本身阿美族人只要加跟那个一的话它就有时空的概念，就会有在的那种感觉那一尼就是在这里，伊拉就是在那里，它会有那个在的感觉，所以它会跟时间跟空间的意境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会在中文上会翻成那个时候的，或者是那里的。那如果是单纯是乌尼就是这位，乌拉就是那位，它不会有这里那里，不会，乌伊尼才会有这里那里，乌伊拉。这样子我说明信燕可以理解吗？好，信燕，我这样子说明可以理解吗？所以乌亚跟乌伊亚就差别在有一个有时间跟空间的感觉，一个只有那个这个的感觉。OK， 我吸收一下。好，辛苦了。各位那个不要觉得我们那个一直在很绕口，因为这个也是现在普遍上我们在语法书找不到比较完整的解释，我们必须透过会全族语的老师来帮我们重新把这个教材编排一遍比如说乌尼我们从乌娃娃乌尼阿娃娃乌伊尼阿娃娃，我们必须这样子的编排方式，让我们的小孩子在学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尼伊尼拉伊拉呀伊呀的差别在哪边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有人举手举手的不用举手，直接讲话，因为我有时候会看不到。处长举手，请他说。处长请说话，处长请说。我举一下那个可能有方言别的不同一个是鸭跟鱼鸭，鸭的话正统的说法是乌鸦安啊再来是乌鸦安，再更简化的话，口语化乌鸦啊，再来是乌鸦。如果是咿呀的乌咿呀安啊乌咿呀乌咿呀安乌咿呀啊对，然后乌咿呀就这样，它有4种的那个读法，那个没有一的是部落方言别，可是呢，它在正读法跟简读法，或是说口语化的话，它各有4种的变化。那有啊，正统有啊的话，通常是强调了有乌鸦安有加 an 也是特别指示是那一件那个人或是那一件事，所以我提供这样的一个意见做参考了。所以那个顺序的排法可能要考虑到正读法、简读法，或是说文字化跟口语化的不同。这个顺序这样就会比较可以那个学习者或是教学者会有比较清晰的概念，所以请参考。好，谢谢处长处长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到时候
在那个整个编排就可能会依照处长的那种概念我们把那个整个的过程依照它的由简，就是简单的或者就是所谓的简读跟正读的那种分类方式再重新的排列，这样子会让看的人会更清楚它的差异性，这样子。谢谢处长。那原则上我们这样子感觉起来这个咿呀按好像我们那个全族语的口说者可以接受这种的规则那表示我们阿美族语它的规则是那个通用的，它不是只有伊尼尼它伊拉也可以伊拉拉，伊亚也可以伊亚亚伊尼也可以伊尼按，可以伊拉按，也可以伊亚按所以我们阿美族的那个规则是通用，而且是可以类推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阿美族跟其他族群的语言最大的差别因为我之前也有在帮太鲁阁，还有泰雅族，还有那个布农、排湾，还有那个对，就这几族，还有沙奇莱雅啦。不过沙奇莱雅的话跟阿美族语99%只有差那个啦，这个浊音跟不是浊清音的差别大部分都差不多。那其他族群的规则我只能说没有像阿美族的这么有系统性阿美族的语言的系统性几乎可以跟数学的公式一样这么精准它是可以类推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编排会编排的更像处长说的，更有一个就是有顺序的从简到正，从简到繁，这样这个差异性把它编出来好，那吴老师，我们这个部分应该差不多我们就往下了可以吗？好，可以。OK， 好，那我们进入到比较没有那么多争议的刚刚那个数格大概是我们已经有一点颠覆了现阶段，特别是吴继南老师那一本的分类模式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事实上我们已经合力颠覆了一本20年来都已经变成那个师大权威版的那个吴继南编的那个阿美语的那个语法结构有一个部分刚刚各位不知不觉的已经把它推翻掉，你们可能没有发现，你们回去看一下吴继南那一本的数格就知道了，叫中性格。好，我们来看一下所有格的部分好，我们这个所有格就是努尼、努拉、努亚这3个好，我们请那个美惠老师一样帮我们念一下0到1/2的部分。好，1到1/2，对，1到1/2。好，第一句，五白苏尼尼阿娃娃古尼，这是里的小孩的钱。1/1，五白苏你拿再念一次，五白苏你拿娃娃古尼，这是这里的小孩的钱。2，五白苏尼尼尼阿娃娃古尼，这是这里的小孩的钱。我再看一下。老师，我把那个的拿掉你念得好老口，我们听的那个的拿掉，中文比较顺了。好，老师你再看看我们这个阿美语跟中文彼此是不是呼应，并且是正确的？好，看一下，白松尼尼阿娃娃古尼，这是这里小孩的钱，没错1/1，五白松你拿娃娃古尼这是这里小孩的钱。1/2，我看一下，五白松尼尼尼，五白松尼尼尼，五白松尼尼尼阿娃娃古尼。你可以了，只是第1/2是五白苏你一定要强调。所以老师，你觉得这样念起来有没有它是不是不对的，还是说只是你不常这样念？你觉得它正确吗？正确啊，有时候我们讲我要强调的话，1/2这一句
upaisu ni awawa guni ni upaisu ni是如果增加你的话，就会强调的意思了。如果是我，是这个小孩，这里的小孩嘛，你啊娃娃这样可以吗？对，你，我白说你，对，有，可以哈，对，可以。好，那美惠老师没有问题。那我们开放现在现场有没有人对这3个句子哈，你啊，你那娃娃啊，你那娃娃，还有你啊娃娃这3个哦，有没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的？我们这个叫所有格哦，所有格就是有的啦，这里的那里的这样子，有的这个字。没有问题吗？好，那个在大家在想之前，我们请美惠老师念一下那个说明的部分哦。好，到第3点就好了。好，第一，你啊，你那的缩写。第二，你这是，你就是这是强调的意思。第三，你这是，你按就是这是强调。好，所以美惠老师你在念这个说明的时候，它的说明你可以接受这个解释吗？就是说。它后面重复的或加按的话，是不是也是表示强调？中文可以翻成就是的感觉。你啊，你那，你这里你强调，你按，对，可以哈，可以，我可以了。好，那各位刚刚想了之后，对这个1到1之2有没有不一样的看法跟意见？哈，我们这边你那娃娃那个你那是你啊的缩写哈，变成你那。好，那个处长有举手哦，处长你不用举手，你直接说没有关系。对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个你按，我刚刚没有1之3呢。1之3，后面有。想说你按怎么没有？OK， 好，谢谢处长。好，那应该没有问题哈。那吴老师这边呢，我们1到1之2，你有没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那你再帮我们下个结论。刚刚的第一个跟那个第2个，刚刚你把分析了，你啊娃娃缩写变你那娃娃就很顺了。500说你那娃娃，我们不会说500说你那啊娃娃。已经有你拿娃娃就变成就是那个啊就放在前面，你拿娃娃，我们不会再念作你拿啊娃娃。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而已。那其他的，凡是叠字通常都是强调，或者按的时候都是强调。OK。所以老师你看呢，你拿娃娃哈，其实这个完全符合阿美族的构词原则哦。他以前。那个我们之前不是读你啊哈，就变成读那，古你啊变成古那，努你啊变成努那，这边是你啊变成你那。其实阿美族的语法超级有规律的，你就算是不会后，你都可以把它推论出来。就像我这种不太会讲，我都可以推出阿美族的语法，因为它太像数学可以推论了。好，那个。我们吴老师这边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往下哈。那个美惠老师，你帮我念1之3到1之6，一次念完。对，好，1之3，五百说你安阿娃娃古尼，这是这里的小孩的钱。老师，你那个的可以不用念，那个的不要念。真的哈，好，1之4，五百说你安古尼，这是这里的钱。1之5，五百苏努尼阿娃娃古尼，这是这位小孩
的钱。1至6，五白苏努娃娃古尼，这是小孩的钱。OK， 老师，那你这个1至3到1至6是不是也是符合你的语感是正确的？对。五白苏尼尼安阿娃娃古尼，这是这里小孩的钱。五白苏尼尼安，对。1至4，五白苏尼尼安。你这是这里的钱，这是这里的钱。白苏尼尼安古尼，对。1至5，白苏努尼阿娃娃，这是这位小孩的钱。1至6，白苏努娃娃古尼，这是对，没错，没错哦。OK， 好，那我们现在开放给其现场的参与者哈，可以根据1至3到1至6的句子，看有没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安白苏尼安白苏尼安古尼。好，看起来比较没有哈。好，吴老师，那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并且帮我们下个结论。好，1至3到1至6哈。那1至6就是我们平常最简单的一个句子的完整了，所以然后就是1至3，1至3是强调是这里的小孩安，然后现在少一个娃娃，那就阿娃娃。白苏尼尼安古尼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这里的钱。可以。白苏努尼阿娃娃就是这个小孩的钱，努尼1至6就没有问题。好 ，OK， 可以哈。好，谢谢哈。越来越有那种整个，因为其实哈，为什么会越念越顺呢？因为阿美族的逻辑哈是一致的，它绝对不会有例外，应该是也有例外啦，至少我们这个地方比较没有例外哈。那方言别的问题，可能就是使用的频率的差别哈。有些人可能习惯使用妮妮，有的是努尼哈，那久而久之变成地方的使用方式哈。但是我们在教学上哈，尽量把它的差别性跟中文的对应哈，把它区别出来，这样教学上会比较方便。好，那我们再往下面哈。等一下哈。是1至5，我有意见。好，1至5，好。1至5哈，对，五白苏努尼阿娃娃古尼哈，这个是然后还有加一个五白苏努尼阿娃娃，努尼，对，有努尼的，再加一个尼，好，那个加一个1至几了？1至6，五白苏。处长那个没关系，处长我知道那个处长的意思哈，处长你等我一下哈，因为这个是我们那个处长你提到的这个努尼案哈，是我们在那个过年前有讨论出来的，我给你看哦，看处长是不是讲的是这个意思哈，处长你看一下哦，我们来看。好，处长，你看一下这个，我们其实是前2个礼拜有讨论到这个。好，处长，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说明哦，有努尼、还有这个努尼案，我们来看它的例句哈。例句只有一个。好，处长，你是不是要讲的是这个部分？处长，您看一下。我把它标成蓝字的部分。处长你是只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努尼案。
处长有听到吗？啊，对不起啊，那个第一夸父一了哈，努尼啊，或是努尼尼啊，有这个有尼尼啊的用语。OK， 有 ，OK， 我了解处长的意思，是。对。好，那处长，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说努尼啊，努尼啊，努尼安啊，哦，我懂了，OK， 了解了，谢谢处长。参考。好，谢谢处长。OK， 那我们再回到哈，因为我们这个奴隶的概念哈，我们在那个过年前有讨论哈，我们今天比较是讨论的是尼隶哈。奴隶是因为放在这边1至5哈，是来做一个比较参考我们过年前的那个句子哦，所以这边会出现到奴隶会只举一个例子的原因，是因为是做一个尼隶跟奴隶的比较哈。那完整的部分我们在前面就会有说明哈。谢谢处长哈。那我们这个部分应该在编排上应该要写得更清楚。不像处长这样的疑问，就表示我们这个编排就是没有完整，所以到时候就要把这个表示意见哈，不好意思，之前我很忙，所以就没有参与了，所以没关系的，处长没关系。但是我不晓得前面是怎样哈。那通常我们这个叫做指示代名词，指示代名词它有主格代名词，有指示代名词有，应该说数格指示代名词，有主格指示代名词，有受格指示代名词，有所有属格指示代名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建议从那个数格、主格、受格、属格这样去排序，会不会比较好？请参考，谢谢。好，谢谢处长。好，有处长你可能之前真的比较忙哈，我把它拉到前面哈。其实我们那个上个过年前，其实哈，就是从主格开始就好了，没有关系。OK， 好，我前面不知道，所以我会提这样的意见了。哦，好，如果有就参考就好了，谢谢。可以，谢谢处长。处长的那个思维哈，就是有一个完整性的架构哈。谢谢处长的提醒哈。那我们之前其实有啦，处长，你看我们这边有主格，还有属格，还有受格，还有数格，到我们刚刚的所有格哦，其实有按照那个顺序这样编排哈。所以处长有那个语法的概念，也给我们一些我们在编排上的更好的一个方式。我们再回到刚刚的所有格的部分哈。好，1至5也 OK 了嘛？那我们就回到最后一个啊，58分哦。那不要，我们下个礼拜哈，我们下个礼拜就用最后一个，最后还有你，我们下个礼拜就是你啦，还有一个是你呀哦，我们下个礼拜就接续那个你啦跟你呀这个部分哦。好，我们时间也9点了哈。那我们请那个吴老师帮我们今天的讨论给我们一个总结啊，请吴老师。好, aray do kita haw, aray si Chutang an kaputan niya tatayaan. Nanay ira kita to saka si mega lipay ita tatayaan haw. Na rurayan nira ira kurahci nun tayala namita saka ko akakang to apa ini to na falotsuan haw. Na aniya tatayan hatini ko pika ini namita to pakane to chao cai bianqi. 好，还有高招，还有什么别的事情要交代吗？没有，老师你结语就是最好的交代了。好，我们就今天的会议就到这边。好，maruray kita hang. Ay, hati nito kopi kalau di China kita. Arayom, 再见呢，晚安。辛苦了，Arayom。